瓜主到了。走。七日主持，这就要走吗？是。多谢京堂大人一路关照。啊，可要本官派人护送主持回府吗？已然叨扰太多，不敢屡屡劳驾。你答应我的，不要食言。找死啊你！真是想不到，这才几天啊，名满京城的秦二爷就成了这副德行。还有这个莲二奶奶，可怜啊！是。京堂大人公务在身，皮尼这就去了。哦，好。主持可别忘了咱们之前小小的约定啊！皮尼不敢忘，不知京堂大人驻足何处？是这样，此番南下，奉旨查抄赵家金陵老宅，总要在那里住上些日子吧。皮尼知道了。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啊！不要忘记啊！不要忘记啊！站住！莲二奶奶，真是对不住你了。这一路奔波劳累，让莲二奶奶这么个大美人变成了这个模样。不过向你保证，咱们这就去贵府的金陵老宅。到了那儿之后，我一定给你时间，好生的把自己收拾收拾。不必劳驾了，你这就去死！大人！大人！快救大人呐！大人！是啊！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拦住他！下水把他捞上来！快！快！他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一切都是预先设计。没有，大人，大人没有啊！混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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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她不是莲二奶奶，她不是。说，你说什么不可食言？你不会知道的，因为你是个坏人。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装入铁笼。是。走，快走！我不会说的，绝对不会说的。即刻登岸，快马加鞭，去赵家金陵老宅，不得延误。遵命。大人，大人，这。快走！好，出发！大人，我是甄宝琴，我不是赵宝琴啊！大人，甄宝主持。是。主持，衣裳给你预备好了。
快去换穿吧。是。等等，你受苦了，多亏你了，谢谢你。莲儿奶奶，凭你应当的，应当的。去吧。是。启玉妹子，这大恩大德，这辈子怕是还不了了。从前我在云翠庵的时候，一应饮食都是凤姐姐亲自应承采办，这些恩德，我又如何回报你？这一有恩德便报来报去的，实在是件很累人的事情。所以，你我之间，我看就免了。你看，什么事儿到了启玉妹子这儿，便立刻与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了。所以，我才是出家人。凤姐姐下一步朝哪里去啊？按说，这好不容易逃出来，总要奔着家里去。太太他们，如今怕是早已到了金陵老宅，我也应该寻了去。可是，我太想我的巧姐了。那凤姐姐就先去寻吴姥姥家。先去见自家女儿，等宝琴他们到了金陵老宅，老爷和秦二奶奶的灵柩奉了安，太太与他们也就该离去了。我和陈贝勒爷都安排好了，请他们先住在我家。你家？海宁，离金陵不算远。可你家与陈贝勒爷，我们是邻居。邻居？陈贝勒爷的家不是在郑家庄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凤姐姐先不要问了，日后我会讲给你听。哦，主持，给莲二奶奶预备车驾盘缠。是，主持。你真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呀！大人，大人！放了我吧！我是甄宝琴，甄宝琴啊，大人！我不是赵宝琴！大人，大人，放了我吧！贝勒爷到了。哎，小心点。来，慢点。慢点儿，来。二爷，小心。来，林姑娘，慢点儿。母亲大人，宝琴，快起来！太太，母亲大人，林妹妹她……走。快快请起。
胡一刀，刀好了就走吧。是。出发！大人，禀京堂大人，除了看门的，这宅子里没人了。去。禀京堂大人，各房并无搬迁痕迹，就是没有一个人影。禀京堂大人，找不到地契房契。去。把赵宝琴带上来。带赵宝琴，快放我出去！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放了我吧！放了我吧！京堂大人，住口！把笼子弄下来。放我出去！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！放我出去！放了我！京堂大人，京堂大人，京堂大人，放了我吧！咱们千里迢迢从京师南下金陵，知道咱们做什么来了。只要你把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你就自由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想告诉你，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年前的时候，贵府的老祖宗往生了，你与令尊南下金陵，名义上是到这里给老祖宗奉安，可实际上在这里购买了大量的地产。我不知道啊，大人。我真的是甄宝姬，我不是赵宝姬，你要明察呀，大人。京堂大人，京堂大人，别再要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那你倒是说呀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不是赵宝琴。给我摇他！给我摇他！他要是不说的话，便每隔1个时辰就摇他一次。京堂大人，要死人的！我本来就想要他死。给我使劲摇！我不是赵宝停！小爷，海宁到了。贝勒爷，我想先看看那座海神庙。海神庙就在眼前。妹妹，林妹妹，快醒醒！贝勒爷带咱们去看海神庙。这海神庙，我已经有多年没来了，没想到依然还是老样子。原来咱家阿木的父王就是你说的康熙朝的太子爷，他就这样子啊？陈大人，随园大管家请见大人。给陈大人请安。免礼免礼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
是不是你家姑娘回来了？我家姑娘还没回，只是捎来了口信儿，把我家姑娘自住的院落和房子好生收拾出来，请一位秦二爷，还有一位林姑娘住进去。这位老人家是安伯，是祁玉府上的老管家。哦，这2位就是秦二爷和林姑娘。安伯，祁姐姐允我和宝琴住到她家去。是我家姑娘说，最多迟个1、2日，她也就回来了。啊，好，我愿意住在祁姐姐家。是不是过于叨扰了？祁玉的双亲早就不在了。天哪，祁姐姐从来都没跟我说过。其实啊，这样一来也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啊，明天呢，你们到我家来给太太请安，然后大家一块用餐。我和林妹妹总是要先拜见令尊令堂的。你急什么？总要霞妹妹先拜见了公公婆婆，咱们再去拜才好啊。落轿。哎呀，儿啊，爹啊，娘，哎呀，儿啊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儿啊，娘想死你了。好气派呀！陈家老爷盼着儿子儿媳回家来，都望穿双眼喽。为何还要放炮呢？我知道，这叫冲炮。外省官员迎接督府以上官员，都要开正门放冲炮。只是迎接巡抚要放3响，迎接总督的时候要放6响，只有迎接皇上才能放9响。爹娘，这位就是我媳妇儿。儿媳给父母大人请安。哎呦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母亲大人，儿媳来晚了。不晚，这么大老远的，累了吧？不累。别哭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进去吧，回家说话。哎，来，走，走。哎呦，好像不止6响了，难不成要放9响？怕是要放10响。为何？10全10美呗。别打了！我不是赵宝琴，我是甄宝琴。秦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手也冰凉起来了。哦，没事。安伯，咱们走吧。起轿。落轿。秦二爷，林姑娘，请。来，走。祁玉轩，祁姐姐，这是好有趣。请秦二爷和林姑娘随意住哪一间都行。多谢安伯。秦二爷，一路鞍马劳顿，怕是还走了夜路。秦二爷要是不是，我请个郎中来。多谢安伯，不必劳烦。他确实累了，歇歇就会好的。那我就不叨扰了，吃饭的时候我再来相请。宝琴，你先歇息一会儿，定定神。哎，不成不成！怎么了？这是祁姐姐的闺房卧榻，我岂能随便卧随便躺啊？你没听安伯说啊？祁姐姐的意思是让你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，可以随意的。祁姐姐待咱们真好。
恐怕不是咱俩，我倒是沾了你的光啊。妹妹这才是胡说，你和齐姐姐最要好，如何倒沾了我的光？头一回与齐姐姐见面，齐姐姐请咱们品茶，把她自用的绿玉斗，偏偏给你一个人使。那件事啊，当时我倒没觉得蹊跷，一说到那对绿玉斗，我倒奇怪了。你根本就是个呆子。哎，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你这会儿人好像好起来了，会儿又回来了，不再魂不守舍的。那你自个儿歇着好了，我去别的屋子。哎，妹妹别走，妹妹别走，别走。你这下不是已经全好了吗？有妹妹跟我在这儿说说话，我便不再想那件事。是说甄宝琴，她正在遭受着毒打。你看到了？感同身受。听说你和她好像双胞胎，所以赵石飞看走眼了，他分不出真假。难不成果真有灵肉分离这回事儿？什么？只是不知道你是他的魂魄，他是你的肉身，或者他是你的魂魄，你是他的肉身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心里难受，宝琴，惶恐不安，因为他正在为你受苦受难。我很怕他为我死，那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了。所以你想去替换他？我怕我真的会这样做。这就好像羊入虎口，我老师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。可我还是想去。你不怕死？怕，可我更怕他死了，我活着，那我可就更惨了。每天晚上都做梦，梦见他的阴魂向我索命。若是这样活着，岂不是生不如死？你受不了这个？受不了。你肯去死？死了，变干净了。还说我最干净，原来你比我更深。既然做了决定，我这就去投案。秦哥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原不想让妹妹陪着我去，去了又能怎样？一时怕是死不了。按照圣谕，恐怕先要被流放的。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。妹妹吃不得那种苦，我宁愿吃苦，也绝不再离开你。你这会儿只要再想想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在我们离开之前必须做的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如今父亲他往生了，母亲已在贝勒爷家里安顿下来。我虽说仍是个不孝的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我让英哥去了太太那边，倒也不必再跟着我。恐怕也要瞒着琛贝勒和霞妹妹，不然咱们俩走不成。没人会理解咱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就是贝勒爷和霞妹妹也不能。还有，应该给齐姐姐留个信儿，不然她会埋怨我不懂事。她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我。这封信，咱俩便一起写。这么写吧，齐玉姐，原不该辜负你为我们做的一切。可有件事情，我们却不得不做，因为此事关乎生死，更关乎劫与浊。不做，活着，魂魄便污浊；去做，会死，身心却干净。人生在世，干净些，污浊些，
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样子，不能因事关生死便改了本真。古圣贤说过，不失赤子之心。薛姐姐曾诠释说，所谓赤子之心，原不过是不忍二字。薛姐姐的意思真好，人生多少不幸，因为有这两字，才值得活。走了，请齐姐姐不要伤心，宝琴平平承上。傻瓜，什么不忍之心，辜负了我，伤我的心，你们就忍心吗？走多久了？走了有6、7个时辰了吧？安伯，哎，在绿玉亭备酒。姑娘要饮酒？不要问，去准备吧。是。这一日都没见艾哥哥和林姐姐，不知他俩在齐姐姐那边怎么样了？齐玉家世，原是江南巨商。若是要论起这房间内的豪华还有舒适，他家强咱们家100倍。这秦二爷啊，还有林姑娘，他们恐怕是掉进安乐窝了，爬不起来了。定是奔波了这2日，累着了，早早歇下了。是，所以啊，给秦二爷一家接风洗尘的事，我安排在明日了。哎，你说赵家会有翻身的一日吗？只要是皇上他能够查清楚，贤德妃谋杀小皇子，不过是个冤案。那能查得清吗？那要当今皇上愿意查才行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事关这么大一个家族的生死，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查的？仙儿，你知道吗？当今皇上和我都是吃我娘的奶长大的。事实上，我和他真比亲兄弟还要亲。可最近这1年来，他的心思，我却是越来越琢磨不定。难道还真是圣心难测？不错，圣心难测，圣心难测，就是这4个字。好了，咱不谈这些了。不如你跟我说说，当年你和齐姐姐是如何偷情的？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愿意再提。你就说说嘛，到底是齐姐姐翻墙头过来呢，还是你翻墙头过去呢？都不是。那到底是什么呀？反正不是齐姐姐翻过来，就是你翻过去。或许今日是齐姐姐翻墙过来，明日又是你翻墙过去。你看啊，我正说着呢，这太神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鸽子来报信儿，是不是？那你快让他下来，看他带了什么信儿。不必了，是齐玉回来了。恐怕不只是回来了，还找你过去吧。是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去吧，别让人家等着急了。那你先回去，我去就回。栾少爷到了。齐玉，你换了装，我还真是不习惯。原来你忘了，这里不是云翠庵。是绿玉亭。我记得
以往相会的时候，你始终是这样。在这里，你我从不饮酒，总是品茶。可今夜，你我不是相会，而是告别。若兰，坐吧。刚回来，又要走。自你我分别之后，我每年都要回来一次，不是恋家，是为了打探你的消息。可你要做的事情如此机要，伯父伯母竟是守口如瓶，我从来都得不到你的一点消息，直到听说枕霞妹妹嫁给你的那一天。哎，还是用这个吧。绿玉亭，绿玉斗，这还是你我当年少不更事之时，在这里使着玩的。我记得，也是在这里，我们分手时，你把其中的一只送给了我。不懂事，那时真是不懂事，还盼着总有一天能双玉合璧呢。如今还不都是在这里了吗？可若兰已不是原来的若兰，齐玉也不是原来的齐玉，这绿玉斗也不再是原来的绿玉斗了。我觉得看不出有什么变化。物是人非罢了。把蓝少爷送来的绿玉斗收起来吧。是。若兰，我请你来，是有话要说。先饮了这盏酒。我今日要跟你说的话，在我心里存了好久。今日若是不对你说出来，以后怕是再也没有机会。难道以后你我不再见面了吗？我希望这是最后一面。为何？你我早就不该再见面。只是我虽然出家，却是痴心不断。只是这颗痴心，大半不是为了你。这个人是谁？宝琴。秦二爷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更是头一回见到另外一个男人时，竟把你全然忘怀了。好啊，你们悄悄聚会，却不带上我。你是来蹭茶吃的吧？这里偏没你的。有你的份儿。我几乎想都没想，就把原先你我专使的绿玉斗取出来，让他使用。你使这个好了。那他使用了？他说出来的话让我生气，又让我欢喜。常言道，世法平等，他们两人就用那样的古玩奇珍，我却是个俗气。这是俗气，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呢。俗话说随香入香，到了你这里，
自然把那些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了。那天，直到宝琴离去，我忽然才意识到，我不该把你我专用的绿玉斗取出来给他使用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真是罪莫大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个？就是想对你说，我其实并没有那么专情于你，我早已移情于他人，所以，请蓝少爷不必总觉得对我有什么亏欠。这算不上移情，因为并无结果。世间之事，能有多少是有结果的？便在有结果的事情中，倒有大半并非是好结果。只是我心中自从有了宝琴，便好像人生又有了愿景，很觉得有些欢喜。没结果，也欢喜。尤其在时时体味着宝琴与平儿这两个冤家，他俩那种生死相随的爱恋之事。你体会着他人的相恋之情，好像见到了当年的你我。那又能如何？一心一意，希望宝琴和平儿能够携手一生，白头到老。